这个年度的天文大漏水阁要来了，就为明仔载开始。这个中大水的期间，加上苏拉洪泰阁教位沿海甲地势较低地区，爱防淹水甲海水倒击。讲这个高雄的基镇，早起一透早，都因为中大水、海水来倒击，部分的路段出大水。气象局讲，这一两天是海水会涨上悬的时阵，当地居民唔敢大意，提前来做准备。明明是好天，要唔过一透早，高雄基镇有不少的所在煞出现淹水的灾情。安尼我做行李呗。安尼将去个会使，明仔载就无倒啊。虽然水淹无悬，嘛退真紧，要唔过就惊承载器具会损害去。遮家炸的，伊这水就走袂去啊。硬了处理到底嘛无严重，若无就卖处理安。这门早就已经准备好势。这个月初在高雄旗津满潮时，潮汐高度大概是超过相对平均海平面高度大概是92公分左右，而这回呢30、31号预计也是会超过88到89公分，因此当地居民也都是不敢大意。地势较低所在，水可能淹到骹肚这么悬，市场的摊商嘛已经做好撩水排淡的准备。啊，都陪拢撩水啊，来到遮的，啊，好着啊，真好个啊，真好个，叫白了这个，叫白啊。阮这个有风采有。地楼一定会加少会破入来啦，这拢老到位海落的。阮这就是爱撩水啊，地大的人当然会烦恼啊。今年8月多好出现2遍的满月，分别伫8月7日甲8月31号超级南月娘更加是非常的罕见。这是受到超级月娘影响，嘛表示讲咱又搁爱面对着年度的天文大漏水。气象局指出，到9月初3之前，新北到台南以及澎湖沿海地势较低所在，因为遇到年度的大漏水，中大水期间需要注意海水倒灌。即卖相关的单位嘛紧急设抽水的莫达，大家先经线加清安，提早做准备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